1號線媽咪，你都後翻少少啊，後翻少，係啦，離開顏色，唔好喺顏色上面。OK， 好啦，觀眾區、打氣區嘅家長、相機、手機們預備好。咁樣咧，起跑線上面必要喺紅色線之後喎。預備好嘅話咧，我哋一齊數3、2、1。好 ，ready 未？3、2、1 ，let's go！ 係啦，家長要落力啲，爸爸你唔可以淨係嗌佢聽唔明㗎，你同佢一齊爬啦，你要喺佢面前啊，係啦，對面嘅媽咪佢睇唔到嘅太遠啦，係啦，你要負責咧指導佢引佢先得㗎，但係又唔可以俾隔離個 BB 咧 distract 咗佢喎，係啦，望下先，我見到咧2號線嘅 BB，2號線 BB 好想攞到架車，好想攞到架車，快啲，哇！平均咪由3、2、1衝咗先啊，28秒，恭喜晒2號線嘅 BB。我望下先，呢個係9號線 BB， 你偏離咗航線，但係都差唔多啊。爸爸你引導下佢，最衝先㗎啦，第2名啦。係啦 ，BB OK， 恭喜晒9號線 BB 第2名啊。8號線嘅 BB 都唔差喎。係啊 ，BB 你仲有幾步㗎？加油！我見到咧有哥哥好努力啊，姐姐都好努力嘅。加油！係啦，帶領你自己嘅妹妹同埋細佬。OK， 恭喜晒8號線嘅 BB。快啲啦，妹。喂，唔好扯去，妹妹。我見到6號線嘅 BB， 你唔好掛住同其他 BB 傾偈先。來過嚟。嘅，恭喜晒。好啦，恭喜晒咧咁多位 BB 同家長同我參與啊！當然你哋咧都可以繼續喺度帶領住同埋個比賽，又或者咧你哋可以把握時間咧，而家 backdrop 嚟嘅人，你想影相嘅話咧就可以趁而家啦。咁啊，至於頭先勝出咗嘅 BB 同埋家長們咧，可以領出你哋嘅禮物咧，過去 backdrop 嗰度影相啦。做咩啊？其他嘅 BB 家長們記得走嘅時候咧，攞埋你哋嘅隨身物品，同埋咧你哋會將埋 coupon 喎。走嘅時候咧，喺離開呢邊嘅閘口嗰邊離開。再一次多謝晒你哋嘅參與。好啦，第17輪嘅 BB 同家長們咧，慢慢嚟，你哋 ready 嘅話咧，我哋有幾樣嘢做。